新疆魔都六合魂。来吧，就标鸡毛。也拍水这囡仔屁，唔是嘛掉大病。注意啊！你的天津剑，快点落球台。囡仔病啊，囡仔这讲话我唔敢哈，了了。阮师傅定伫咧讲啦，这个剑若是要输人活较困难啦，要若输人死真简单啦。人不能用，人不能用，安尼就是伟大啦，去啦！哦，多谢。做过车我，你难脱地角的沉沦咯。家里的马克里滚了。小我，你的罪恶定踏血追天无水对呀，必定不能用阮呢！来呀！嘿。别管机密文非常的机密，我差地现出着这死者灵魂呢？为什么？咱的派文史拢总未显赫？留下的派文史拢会显赫？其中有曲，曲中有奇。来人啊！将剑中剑这好我杀手拢把调回南松林，发了3万回革命。调集江湖凶煞，绿林的魔怪汇集在我的洞窟啊！我甲你讲，你不会相信吗？我唔相信，我定着要斩玉霞的灵魂，哈哈！跑什么会？呵呵！啥物人唔知讲我这河外杀手剑中剑吗？我所举这个是车外血汗惊天魔刀啊！灵魂显赫，玉霞确实真灵性。你甲看卖。
个一个老人，迄个黑色老者，可能是陆海面老爸。啥物？六合因老爸，是啊，两爸囝拢刣，好，请我新军3万火急令，特别调恁回转南松林。来人啊！收回转南松林嘛！你是哪？目睭是生咧后斗空呢？哎，你啥？你目睭是生咧角骹呢？恁爸都毋是牛我目睭生咧角骹，伊也无你咧乱动。你是你头壳激动着我腹肚，壳毋是啦，你头壳弄着我腹肚。无你是装啥话啦？装啥话？阮兜的代志跟你哪有啥物关系？我是洪洞万高，惊动武林三叫老和尚，你袂真心？老和尚，是咧。你敢毋是迄个阿柳？系啦，阿柳对啦，阿柳啦。这个阮无缘的啦，这阮无缘的，是安怎太无缘？一直未结婚。阿柳你有查某安尼，你毋通搁再贪心咧啊！有迄个通天岭啊，嘿啦，阮两个都是同志嘛，我讲你听啦，安尼啦。哦吼，安尼就是互相体恤，互相帮助就对。是啦，阮两个吼是有友情无爱情啦。圣经，你放心啦，我赶紧要来去见太子殿下。我甲你讲，见太子殿下真简单。你讲头摕赤鹅的迄本名单，摕来我看卖。嘿啊，啥会用哩？迄我第一公路咧，这个要献互太子。我甲你讲啦，这献互太子是无啥用处，这都要献互啥了？献互六合因师傅温世主才有用处啦。迄温世主哦。摆一个真足外厉害呢，讲起来你实在丢错啦，安尼哦，条针数都无，no speaking you please no speaking，这个秘密哦，迄天下大秘密咯，来，摕互我，对啊。我即马将着这个名单吼，摕来互温世主，温世主甲六合神师大家研究这个代志，安尼代志好势了。你要赶紧去找太子哦。你第一公路哈，你以前的罪，伊拢甲你赦免啦。多谢老伙想了，哈紧嘞，行。好啦，行啦，紧嘞。来去找阮老兄弟温世主就是。老师。看起来，陆军毕东壁已经是改头换面咯。是，希望多地毕东壁入去到赤鹅新军的招库做内应，以帮助咱的成功，自将社交改灭尽，天下安宁了。是啊。老兄弟啊，赤鹅新军因为不断来组织这个名单，你甲看好详细。苗仔，快进行工作。好，魏老英，钦分子听着。好，圣寿无疆圣寿，3万火急令调集在南松林，3日内汇集5亿者死亡。赤鹅新军特别甲咱调集了，赶紧准备出发来人啦！3829名准备对南松林出发啦！金光闪闪，万队光芒诶！抗军同志爱河乡，爱河万教最渺茫，何如归天心在？何用气功斗剑功啊！各位一经令得万邪，顺天驾枪，逆天驾罗，天作业犹可为，自作业不可发。如多色，三教才正，赤鹅社教该灭了。各位同志。自之所处，无远无界，江山奇海，不能限也；自之所向，无坚不入，
瑞甲精兵不能无呀！谨慎，谨慎！刘合，刘合，刘合要分劈啦！刘合分劈，兄弟啊，唔通动手，唔通动手啊！大家闭门下客啦，请我未插你，请我在下教啊！如多实在是正教啦，来啊！闭门下客，不管风尘。何头英啊，听讲刘合死了后啊，伊的灵魂显然唔走影无？我嘛是有听讲啊，说真惊人呢，真惊人呢！啊！请五灵教，想请五灵。快叫灵教，3日内在着这南松林这节不得违命。司令，请五灵教位来人啊！4800名传者到南松林嘛！有现象，有。各位，为恶为人知，恶中有善行，为善急人知，善处是恶根。请我诈善阴险，不如来做事，怀行暴力，危害天下和平。请我已经恶贯满盈了，万丈的愤怒了。哈，刘合，稳现现，新兵。各位，为善不见其益，如山林瓜；为恶不见其损，如丁真雪。各位，暴力必亡，暴政必亡。咱只有团结才有出路，只有反驳才有前途啦。对，请我去，伊要调咱去，莫插袂，是哦，两个啦。请我下到恶贯满盈，这边灭了啊，唔通插吧？日头赤炎虽然过性命啦，啊，走。喂。检中校，3万回革命，调集着3万人，为什么拢无到位呢？启禀神君，我去调结果，拢总是去互这个六合的分批的阻碍，所以3万人连一个人来都无啦。什么？六合的分批？哎呀！喂，叶阿定，神君，六合死在毕中毕的剑下，这都是你的计划。你应该向众人宣布，看这到底是怎样，让众人会当了解。啊，遵命。哎呀，各位啊，恁拢有所不知啊！这个六合和毕中毕台是迄个是假的咯，迄个都是我的计划。我这个叶阿定用这部都是鬼神莫测，令人敬畏，做法无形，令人崇仰的这个战策啊！迄个是啥人呢？迄个都是林中灵和我杀手叫做罗文燕，我叫伊化妆做六合的模样，也从来去这个毕中毕给结掉咯。啊，这个目的在哪里呢？这个都是反间之计。第一，就是要消灭掉六合的形象；第二，也就是要予伊中原群雄无首，降低掉因的锐气；第三呢，就是要提高咱毕中毕的威名。现在六合这个死了后，山海鱼潮万教的剑客英雄，大家拢招不满，天下群众招不满。就安尼，这个温世主因一班人，才利用着这六合的分批这个活动，就将着咱的人3万人拢招收去咯。总讲这个就是我的龙卡星座啦！叶阿定，神君啊，谢罪咧！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在这1个月内。3万人拢甲收复倒转来，否则
我甲你抓起来活活烧死！遵命，遵命，罪该万死！我遵命，遵命！苗苗的，安那，莫讲要死，就搁招判。你去甲我啦，你甲我做伴，赶紧的，这个代志哦，3万人我收倒转来，来甲说服，来甲说服。敢有法度？太无法度，行啦，行啦。我行就行嘛。咱两个哦，无出来建立一个公路名哩。吼，因为上车就是车这个野定哈，这个野定心肝上歹。这个孙爷欢喜保证啦，刷落去的孙爷使用极权啦，这手毒心热这个野定，这个无甲整治名哩。啊，恁平平A 的，A 我也是咧救国的咧，伊是咧败国咧，对。全天下 A 拢总是好人，敢若这 A 啊定歹人啊，这个无消灭名哩。好，安尼咱来去抓 A 啊定，敢拄会着？我敢若有一个预感哦，敢有一个预感哦。我倒啦，那你三寸不能之舌，嘛是无法度通，收服着3万人，对，去到地人门关起来唔插你，去到遐也帮表，去到遐也帮表，那你 A 啊定已经江郎才尽咯。安尼我真头疼咧，本来我是真够讲话真够讲煽动啊，这摆我都煽动袂行咯咧。下当我啊，牛搭前对对。我甲恁这个大汉人讲无话，我甲下当过讲2句话，吼，你先开。大条的，你小等下吼，小等下，你请莫生气，我甲伊讲好，我甲伊讲。哦，咩敢若看到实在魂火冲天，莫气啦，哈，我来处理。莫干亲像啊，莫干亲像，二三招，哈哈，会叫诶，会叫啊！你莫甲你病悬，因为咱两个病大我受够衰，我甲你这个病大有够衰，唔系啦，会叫诶。我即马全天下朋友拄啊，干那你尔，你才会当同情我相信别人拢袂当同情我。会叫诶，我讲互你听，我真凄惨，去互赤鹅甲我放杀咯啦！会叫诶，口条啊唱互你听。好，真济啊！我知影你这个人笑面好，你这叫俏丽装刀啦，你的目屎就是武器啦，你这款种脑眼鼻七之徒，我话是话啊，但是我的志气是真悬啦，你这个话哦，唔是啦，心怀手热，危害大众啦，毁灭人权啦，扼杀自由平等，搁提倡极权，奴役人民，你罪大恶极，全天下有识之士，有志君主之所强悍，团结一致，得消灭掉赤俄组织，甲这紫阳门刷来去，甲你这个下定一班狗囝，我有干啦，会叫啊，我救命你啦，同情你啦，我真悔不当初。好，我甲你讲，你即马伫台中这个所在，讲你过去唔对，讲好听，徛咧悬的所在讲哦，讲了后，你怎啊跳落来？偌悬啊！你高崖之上啊，迄差不多7、8吨。7、8吨我伫遐跳落来，我都唔正惊的咯。你违反胆量通害遐侪人，也叫你去咧7、8吨悬跳落来，你都唔敢跳。大条呀，police推，好，我推。好啦，会叫的，我遵命啦。安尼好，我来去招这私人君主来听你演讲哈。大口的，喏，赶紧的招集这同志来听演讲。我来去招同志来。各位，大家听者，我就是下阿丁，我一世人拢做歹代志啦，姓丁的，大家拢好人，独敢若我这个下阿丁歹人。我实在真后悔，我过去所做的代志，毁灭人权，扼杀自由，提倡极权，奴役人民，我罪大恶极，全天下有识之士，甲这君主，大家拢愤怒，团结得要甲消灭，我实在真唔对，阮大家甲你会一个唔对咧吼，望恁大家都爱原谅我爱原谅我，安尼我演讲已经完毕，我准备跳来天公地公三界公，有应公土地公，你来保庇我这个下顶跳落去，袂死。
哈，接着跳。大概来看卖。哇，17鸟翘翘，7龙翘翘，哈哈！啊，嘴袂放开，脚踮袂喘气咧。你哪走？来。你这个我那歹心人，你要做渺渺的吼。是哦，徛点点。哈哈。袂甘迄一个都好势了，嘿，安尼将这罪犯哦天下罪首，家己等下拦城，互咱遐兄弟看一个。哦，甲杀倒来，报应啊吼！歹人有歹报。六合天南地北走找，终于在天心桥上找到伊老爸咯。父子相会，万分的庆幸。如今因父子同着这异人并列，要消灭赤鹅为首咯。北海河英原的阿霸王，当着爱奴以及因师傅万将弩人，准备特别同赤鹅做着最后之战。金王子在南城率领群雄特别进攻回首，毙掉53分顶也参加作战。东宫太子当李凤如以及阿刘马雄等进入南城。特别等候群雄的加饮料。壁咚壁，改写规定的壁咚壁，想特别建功赎罪，圣机特别行持赤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壁中壁已经死在我的手头了。注意，强惊壁中壁无死。现在探听六合领大队咧进攻着咱这个南松林。什么？做着最后之战，个个相当的甲我来。万恶的罪魁赤鹅束手自拔，以免身首异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！互我杀手剑中剑，把他杀掉！等你，来，这来我应付，你赶紧去对杀赤鹅。我在。来，星剑摩托二次的交锋啦！哦，来吧！你的天鹰剑，开的六笑台啊！你的罪恶定定踏踏迄追天无世对呀，奉旨接你六合。无头无影，228个赤鹅。伊的暴力组织终于被了仁义之君所给消灭了。来呀，将着赤鹅这2分子放火焚化。目前必亡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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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此迎接六合的仁义之士凯旋回城，同时预备庆功宴，要庆享着爱国之士，将以天下太平、万民欢乐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六合三级段到这告一段落。各位亲爱的同胞，咱只有团结照出路，只有反强照前途。最后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多谢收看。